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、二师兄不好啦！怎么了？师傅又被抓走了！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上层人质！沙僧日记。谁动了人家的果果？长治2年5月15日，师傅说：进庙烧香，遇塔扫塔，见道观则进去吃饭。师傅，快点！哎呀，这个公园。哎呀，大师兄，你看这地儿悠闲僻静，我看不是公园，这是陵园。我傻了，哎，我上陵园。马进，不要胡说。人这上面不写着呢吗？武装观。哦，有意思了。道家住的是观，佛家住的是庙。哎呀，师傅你真聪明。了翁龙。大师兄学会识字了，大师兄。悟空现在不错哟。大师兄现在的火影金睛上居然带着拼音功能，厉害。得有。和五虎，龙虎。像你说的，我是文盲似的，我知道啥字儿，龙字、虎字，对不对？师傅，这道观用不用我把它给平了？哎，悟空，下来。师傅都已经想好了，去取经的路程中呢，如果看见庙，我们就要去拜；如果看见塔呢，我们就要去扫；如果看见这个观呢，那我们就要进去吃饭了。完全是占便宜的样子。跟着师傅就没错，走吧，师傅。师傅说的极是，真的是占便宜没够啊！走。欢迎光临。有包间没？有啊，包间最低消500。啊，这么贵？大堂行不行啊？行啊。哎，你们各位有没有什么忌口？我们不要砒霜。这样就进入店小二模式，是不是傻？各位长老，欢迎来到我们武装观。我是这里的道童，我叫清风。我叫明月，我们是风月奇迹组合。有饭吃没？有啊，今天主打菜是川菜，其实有。哎，长老，你们是不是从东土来的土僧啊？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大僧。唐三藏、唐玄奘，听过没？就是他。对，就是我。哦，前段时间家师说会有一个高僧从这里路过，所以派我们前来迎接。明明知道我们来还要出去。徒儿们，听到没有？为师是多么的有名气呀！哈，正所谓好事不出门。哎呦，你真的是不会说成语就不要乱讲。你师傅贵姓啊？家师乃是镇元大仙，前2天让元始天尊请上天去听课了，所以这2天没在家。算好了我们要来，故意出去躲的吧？你们到底要吃点啥呀？哎，对了，酒水能自带不？那可不行哥，现在挣钱本来就不容易，就指酒水。他把饭店砸坏了呀！长老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吧，师傅，走吧。长老，请。这帮家伙不说等我一下，哎，相巧你可。哎，悟空，八戒，下次要记住，在别人家做客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礼貌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，吃饭的时候要安安静静的，给人留一个好印象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开饭啦！开饭啦！丢人呐！来了。今天就给你们几个尝尝我们道教的美食，不过给你们几个吃啊，还真是有点浪费。你们这几个和尚呀，可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呀！哼，哎，当和尚多苦逼呀！哎，不要理他们，来，把手给为师，和为师一起念祷告经。啊，
感谢我伟大的佛祖赐予我美好的食物和完美的身材。Thank you。阿弥陀佛。差不多得了啊！这明明是我们道观提供给你们的食物，你们还在感谢佛祖，你们都是白眼狼啊！就是。感谢无量天尊，谢谢。One two three go， 谢谢他，我谢谢他，我谢谢他给我饭吃，谢谢他。我想起来啊，造吧。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我们4个人老远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去那哪儿去拜佛求经，你就给我们一粒这个吃，就1粒米呀，4个人分，怎么分？你告诉我。对呀，我们没有办法分啊，太抠了。你把老板找来吧。老板没搁家啊？哈哈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瞧不起这粒米是吧？这粒米可是当年炎帝尝百草、日月精华酝酿出来的鲜米，现在拢共还有2粒。1粒在这儿，另1粒在王母娘娘那儿。你说的再好听，这不就是1粒米吗？这闻一闻都能活360岁。抠啊你呀！要不要点脸呀？太抠！你是不是想死？你们等着！作为一个道快点，躲开点啊！太抠了。小心闪瞎你们的眼。啥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道菜厉害了。远古有个神兽叫饕餮，专以世间的奇珍异果为食。这道菜就是饕餮吃完奇珍异果以后排出来的极品仙气，非常之难得。哎，师傅珍藏了多年，便宜了你们了。哎呀，你看把他熏的，这不就是饕餮的屁吗？对呀，他都熏倒了，你看看。你们太不要脸了！请我们4个得道高僧在这吃屁呀！是啊，你们能不能要点脸？你到底吃不吃？太不要脸了！你老姨也这么抠吗？师傅，你看哎呀，呢？好了，别吵了，闻都闻了。为师看看自己的妆。哎呀，你们看，都被屁熏花了，熏成菊花了。不开心。这都不满意。那把师傅交代的给他们拿出来呗。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？人参果。人参红花布拉果，简称人参果。人参果长这样啊？这往嘴里吃不扎满嘴血吗？对呀，你们这帮白痴，还闻？赶紧拿起来吃啊！我去，好臭啊！拿屎给我们吃是不是？这什么？这不吃屎吗？哎，2个小伙子，这样吧，那个你去把那个饕餮的屁拿过来，然后顶一顶，跟这个置换一下，太臭了。这是像吃屎啊！怎么吃啊？这可是你们自己打算不吃的哟，那就别怪我们俩不客气了。啊，别呀！啊，给我留下！他俩吃屎了！没有我，你吃屎！哎，吃啥？肉眼凡胎不食咱家宝贝。我认识啊！蠢死！你们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吃那个屎吗？啊？师傅啊，这是人世间至珍至贵的珍奇异果啊，人参果。老三啊，你对这个很了解哈？当年我在天庭做卷帘大将的时候，王母举办蟠桃宴，曾经用此果来宴请 VIP 呀。王母好重口啊！王母好恶心啊！哎，那你没吃过这个？级别不够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据说此果在黑市上至少值这个数200啊！200块钱，200块钱，200块钱！哎，至少2个亿。 2个亿啊！别撑了，你连100都数不到，还知道亿？2个亿多少？个万，2万个万！哎呀，2个亿，2个亿，2个亿！为什么呀？ 2个亿！
据说吃了人参果呀，那是浑身清爽，欲仙欲死啊！那一浪高过一浪的快感会将人彻底淹没。最重要的是，吃了人参果之后，就跟吃师傅的功效是一样的，长生不老啊！哎呀，你们欲仙欲死啊，对呀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绝对蒙人了，不可能！哎呀，我流沙河的沙悟净是绝对不打诳语的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人参果好东西啊，听见了没有？得得着啊，得得着啊！你刚才你不说呀，你完了，人家两个道童都已经把人参果吃了，人家是万万不可能再拿出果子让他们吃的。咋整？欲仙欲死吗？哎呀，别着急，我平时最有办法，我想一办法，你们都听我的。好，我有办法。让你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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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吃！刚才我吹牛了，谁有招谁想吧。哎呀，悟空，你今天这个腮红呢，打的有一点点多，不适合萌女系，适合。师傅别闹了，这个果子是一定会长在树上的。这个树呢，一定在后院儿。那我们直接去后院就行了。我知道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悄悄的到后院去偷人参果喽。哎，我可没这么说啊。阿峰，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。你太给流沙河丢脸了。流沙河小河虾，肮脏的流沙河小龙虾。流沙河搅屎。闻着臭味没？猴哥，这边窜来，看，上是大树，人参果一定就在上面。猴哥，那我来，你能行吗？八戒，你很无力耶。大师兄，看来二师兄受不了这个味儿，还是看我的吧。悟净，你更无力。悟空，为师什么都不想说了。不行，猴哥，太臭了，无法近身呐。你傻呀？近身不行，咱们可以远程攻击。明白什么叫远程攻击不？同志们，为师还能再信任你们吗？你试试呗。师傅，您抢好了。来，师傅，我们要发功了，你往后让一下。哎，好。看老孙的如意 AK 47！看我的超前操控者！猴哥，这是怎么打也打不下来，不科学呀！怎么没打下来？打下来了。打下来个这玩意儿，你看看。怎么连这个都打下来了？哎呦我说的，什么东西这是？大师兄、二师兄，我看此事有蹊跷啊！有蹊跷，我就不信能有我齐天大圣吃不着的果吗？不行我就给他锯了。哎，不好啊，猴哥，干嘛？你这许多人干啥？说啥呢？就是啊。你们几个到底要干说话。啊？我是镇守着人参果树的霹雳级土地公。糟蹋他！小车土地公，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老实告诉我们如何摘得人参果，否则小心我这元气弹不长腿、不长嘴、不长眼。就凭你们几个，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家镇元大仙回来把你们腿毛全拔光。人参果怎么摘呀？打死我也不说，你们几个不自量力，来！我说。
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他说什么呢？人参果树死了。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，这谁干的？这是？是那3个禽兽，还有那个白脸和尚。快走，小白，快！师傅，师傅，快点，快点！干嘛呀？干嘛走那么快啊？哎！摔成3条腿了。不能随便混账！老人家倒了能不服吗？老人家，我扶您起来，来。是你撞的我，你得带我去医院。老人家，您先起来，听我说。你呢，抓或者不抓我，我就在这里，不离不弃。你讹或者不讹我，爱心就在那里，不来不去。嘴皮子倒是挺溜的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吃没吃过人参果呀？啊，没见过，不知道。那种东西见都没见过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你这是什么？屎啊！吃屎你也管啊？官儿们，吃了就是吃了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？你们？承认就好。好你个唐玄奘！我好心让徒儿给你准备人参果，让你们品尝，你们不但不心怀感激，还将我的镇馆之术人参果树给我弄死，绝对不可饶恕啊！哎，老人家，你这个腿，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吧？少废话！人参果遇人则臭，遇屁则裂。嘿，好脆弱的水果。师傅，你看我项链咋系的？运动完洗个澡，敷个面膜，真舒服。哥，这可是高级面膜。哎呀，喊了差不多得了啊，坏死。这帮土和尚肯定没用过。那是。师傅，你看，咱们不仅有最新款的化妆品，你看这个师傅，还有最新款的蒸脸机。师傅的脸只要用了这款蒸脸机，那就可以在地上滑冰哎！滋溜滋溜哒，飞得很呀！呀，那我要是用了这个之后，我的皮肤不就是布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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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飞得很呀！等会儿，啥是滋溜滋溜的呀？滑呀！布灵布灵的？闪呢？真黑呀！黑不黑？嘿。